给太后请安。皇娘，您怎么来了？皇帝，有件事情无人敢告诉你，只能哀家来了。皇娘，儿子一心惦记着永绌，其他事儿子不想听，不想知道。皇帝，永绌已经走了。皇帝，没了永绌，哀家心里也难受。可是，即便没有永绌，你还有别的儿子。皇帝，你一定要忍耐哀痛，否则紫禁城的天就要塌下来。娘娘，你好歹吃点吧。皇上在河宫家宴上过不来，这是皇上特意差人送来的，请您保重凤体。恒提，每次你进宫，都觉得时辰过得太快了。年后，额娘又要跟着你皇兄东巡，有段日子见不到了。说起来，这是皇兄登基以来的第一次东巡，想来应该很盛大吧？秦皇汉武就有东巡盛举，又以登泰山封禅最为隆重。唉，今年这个年过得又不安生，一直在做白事，而皇帝困在宫中，又触景生情，不如出去走走，散散心也好。皇上也是孝心，奉太后同行，只是听说皇后娘娘身子病得就剩一把骨头了，也不知去不去得成。哎，这些事哀家都不操心了。现在哀家操心的，就只有你这个女儿了。恒提呀，你这个年纪，早该一婚了。额娘，我不想嫁，我就想留在娘身边，能多进宫陪陪您就好。
傻孩子，哪有大了不嫁的？姐姐已经远嫁了，额娘，你舍得我吗？当然不舍得。说起你姐姐，额娘的心就痛。所以恒提，你的婚事，额娘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你像你姐姐那样，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。额娘，皇额娘晚安。你哭什么呀？皇额娘，儿臣担心您。你弟弟都没了，哭还有什么用？皇额娘，弟弟去了，您还有女儿呢。女儿会成为您的依靠，会给您争气的。女儿有什么用？有了儿子，女儿就是锦上添花的点缀；没有儿子，女儿连雪中送炭的那点炭火都比不上。不过是聊胜于无罢了。皇额娘，你就这么看不起女儿吗？皇额娘不是看不起你，而是瞧不起自己。像我这样连个儿子都保不住的额娘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皇额娘，您别这么说。如果您自己都这样灰心丧气的，那女儿可怎么办呀？皇阿妈有那么多妃妾儿女，可女儿只有您啊！真是的，您都病成这样了，皇阿妈怎么还忙着东巡的事情？东巡？什么东巡？皇阿妈要带6宫嫔妃去齐鲁之地，他们要去登泰山、祭孔庙。这是皇上登基13年以来第一次东巡。本宫是一国之母，怎么可以不去？皇额娘，您不能去，您现在还病着呢。其实，皇上是想让皇后娘娘去东巡的，可是又担心您悲伤过度，病体未愈，经不得车马劳顿，所以一直没有对您说。可本宫若是不去，那到时候又是事实，有显贵妃越俎代庖。皇额娘，她就是个贵妃，她还能怎么着呀？她是贵妃，娘娘，可她这个贵妃，遇到本宫前头的事情还少吗？不，就算是永聪和永莲都不在了，可本宫还是皇后。他们知道本宫死了吗？皇额娘，娘娘，儿臣虽然没有用，但也是皇阿玛和您唯一的女儿。无论您做什么决定，女儿一定会陪着您的。苏烈，去请齐太医过来，本宫定是要他好好治一治。是。皇上首次东巡看天象，2月初4是个上大吉日，便可出巡。好，此次东巡，皇后执意跟随，朕也希望皇后可以排解忧愁。皇上，微臣有一事不敢不禀告。说，天象大异，有克星现离宫，预示中宫有祸殃临头啊！
中宫痛失爱子，屡遭病痛，已遭受祸殃，何来不吉之说？微臣有罪。锦中，带秦天剑下去。这。谢皇上。李煜，皇后一心求好，愿意伴随朕东巡，你且安排下去。这东巡路上，必得稳妥。这。从京城出来也有大半个月了，皇后舟车劳顿，跋山涉水，可是累着了。有皇上时时相伴，臣妾觉得尚好。底下的百姓们看见皇上与皇后娘娘形影相随，都感叹间谍情深，人人羡慕呢。是啊，这一次朕东巡，就是想带皇后一同散散心。原以为皇后会卧病不起，却不想这么快就见好了。皇上登基后第一次东巡，臣妾自然要相伴左右。前那日，皇上与臣妾登泰山，拜祭碧霞元君祠后，臣妾一直梦见碧霞元君在睡梦中召唤臣妾。民间传说碧霞元君神通广大，能保生子顺遂。皇后屡屡梦到碧霞元君召唤，看来是心愿要达成了，这是吉兆啊。虽说是大吉之兆，可臣妾病体初愈，还需要齐太医在侧，随时诊候。皇后娘娘凤体安康，臣妾等也就安心了。是。皇额娘母仪天下，自然神佛护佑。你们不过是妾室而已，一定要悉心服侍皇额娘。景色，公主说的是。娘娘看着气色还好，但夜夜难眠，人都虚耗透了。幸得你每日为本宫梳妆，2个时辰的功夫花下去，才遮得住本宫冰冷憔悴。娘娘，这是齐太医开的提神益气之药，您快趁热喝了吧。怎么比前几日的要浓一些呢？齐太医加了2倍的药量，说是您这几日舟车劳顿，若是剂量不重，只怕撑不住您的身子。齐太医叮嘱了，说是无事便要含着参片，大补精神。其实您何苦来东巡？您的身子受不住啊！皇上第一次东巡，本宫若不陪着，必定会被世人耻笑，说皇后名不副实，那就会丢了富察氏的颜面。百姓们都夸皇上和娘娘恩爱无比呢。
本宫一定会留着这一份恩爱。等皇上为景色赐了婚，让她嫁一个可以扶持富察氏的好人家。皇上似有不悦之事。你可知道，蒙古科尔沁部要替其子色布腾巴勒朱尔求娶嫡出公主。那孩子你知道，一直在京中是皇子们的伴读。后来2年前又封为辅国公，也算是知根知底的。魏叔嫁的嫡出公主，除了皇额娘的幼女恒提长公主，便只有皇上和臣妾的景色了。难不成科尔沁部是要求娶景色？这科尔沁部啊，只说要求娶嫡出公主，也未说明是哪位公主，所以才要斟酌。这若是嫁在京中还好些。这按照科尔沁部历来的传统，亲王之子成亲是要居住在科尔沁部的。那这就是远嫁了。别父离母，这也太苦了。哟，请梅嫔娘娘安。听闻皇后的病情好了许多，臣妾特来向皇后请安。皇上正在里头呢，请娘娘略等等。也好，那我就先院里溜达溜达。恒提妹妹正值芳龄，最宜出嫁。皇上，虽说科尔沁部是蒙古大部，最是富庶尊贵，可咱们的景色还小，怎么可以嫁去那么远呢？真与你想的一样，但朝中大臣极力反对朕将恒提公主远嫁，理由是恒绰公主已经嫁到准噶尔，若是恒提公主再远嫁，只怕皇额娘会老怀伤心呐。臣妾才为了永聪，立刻要景色远嫁，这不是要了臣妾的命去？皇后莫急，扶皇后坐下。是，娘娘。皇后啊，你别这么说，朕明白你的心思，朕也不舍将景色远嫁呀。臣妾一听说朝廷议论求娶嫡公主的事儿，想着皇上又没来您这儿，定是去了皇后那儿商议。臣妾借口请安，果然听见皇后一心护着自己的女儿，想把您的恒提长公主远嫁到蒙古去。皇后在意自己的女儿，却浑然不在意哀家的女儿吗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谁的女儿谁疼。你是个有孝心的，哀家知道。之前，哀家让你做什么，你才做什么。这次，你倒是上赶着自己做事。臣妾也有过自己的孩子，怎会不知
这什么风把妹妹给吹来了？听说她的身子骨不行了，全拿药吊着。既然皇后的病是吊着的，那就最不能伤心动气。那如若她唯一的女儿当真必须远嫁的话，她怕是要伤心坏了吧？那怕是要受不住了吧？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你在等朕啊？听说皇上心情不快，臣妾想说陪皇上走走，散散心。不必了。是不是为了公主远嫁之事，你也有话要说啊？皇上真的生气了？大臣们反对横提远嫁，跟朕聒噪了2个时辰。接着梅嫔也跑来凑热闹。你呢？你想说些什么？远嫁公主是前朝政事，臣妾无话可说。那你是要朕去见皇额娘吗？皇上若是想见，自然会去见；皇上若是暂时不想见，自然有皇上的理由。只是皇上如果没有心情散心，臣妾就先告退。那你来干什么？臣妾只是希望皇上不那么累，不那么烦忧。好，朕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臣妾告退。主儿，太后不是让您来替她说话吗？您怎么什么也没说啊？皇上心烦，我实在是不愿再增他烦忧。太后若是要怪我无用，就怪吧。让你去劝皇帝，你是怎么劝的？太后息怒，皇上心烦，臣妾真的不想让他更烦忧了。臣妾理解太后心疼女儿，可皇上身为人父，他也真的舍不得和敬公主这个和皇后唯一的女儿呀。你倒是体贴皇帝呀，怎么不体贴哀家？一定要让哀家接连远嫁2位女儿，你才高兴吗？臣妾不敢。臣妾心疼太后，但也真的舍不得皇上，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劝说，最后还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哼！你忘了哀家是怎么成全你的思慕之情，让你成了皇帝的嫔妃？啊！若不是哀家，能有你今日？太后打得对，是臣妾无用，臣妾不能向您报恩。可是太后，您既知道臣妾一片痴情，就知道臣妾是真的做不到。长久以来，你就不肯为哀家的事向皇帝进言。哀家体谅你是一片真心，也不多做要求。这一次不一样，这次是为了横提。你知道哀家是不能再跟自己的骨肉分离了。臣妾明白您的焦急难过，是臣妾无用，请太后息怒。早知道你如此情痴心软，哀家就不该成全你，迟早要吃大亏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你怎么来了？臣妾来给皇后娘娘请安的。皇后没心情，你不必请安了。陪朕走走吧。是。皇上看上去累了。朕被大臣们聒噪了2个时辰，又被皇后请来听她哭诉请求。这许嫁一个公主啊，竟让前朝和后宫闹得如此厉害。
太后和皇后身为人母，自然会舍不得孩子远离。一个是女儿，一个是妹妹，朕都舍不得。若非要一个嫁到蒙古去，朕很为难。若是横提不嫁，非要景色去，那皇后必定伤心欲绝，这身子怎么好得了啊？皇后娘娘有齐太医看顾着，皇上也不必太担心。许嫁之事，过些时日，太后和皇后都会想明白的。皇上到时候就会有个决断了。夜里还召皇后你过来，是有件东西要给你。儿臣身子欠安，未能成婚定省，已是礼数不周，哪还敢受皇额娘的东西？哎，你是哀家亲自挑选的儿媳，何必这么客气啊？这是哀家封贵妃的时候，先帝赏赐的珍珠领约。瞧瞧，这几颗珍珠颗颗圆润。哀家知道你节俭惯了，但景色到了年纪，哀家这件东西就当做给他添嫁妆吧。来，福家。哎，皇后娘娘，巧了，儿臣与皇额娘心意相通。苏烈，儿臣不惯奢华，唯有手头这对彩金鸳鸯，是与皇上大婚的时候先帝所赐，最为珍贵。如今恒提长公主要许嫁科尔沁部，儿臣特意奉上，为了恒提妹妹的妆奁增色。茶水凉了，福家，换杯热的。是。景色是你和皇帝所生，比起那些庶妹，这位嫡公主不知道要高贵多少。景色自己不也总以嫡出自诩，且早早就被封了固伦和敬公主，瞧不起那些庶出的弟妹，自然是她驾驭科尔沁部最合适。景色年幼，说话不知轻重，哪里可以许了人家呢？儿臣把她留在身边，好好教导几年，等出落得有模样了，再嫁也不迟。你等得了，蒙古等不了。自古慈母多娇儿，景色出嫁成了人媳，自然就懂得规矩了，比你这个亲额娘教导要有用多了。再说了，这次求娶公主的科尔沁部是蒙古诸部之首，地位尊崇。这不县城有恒提妹妹吗？唯有景色出嫁才堪匹配。论长幼，恒提年长，又是景色的姑姑，自然是长辈先嫁，再考虑晚辈的婚事。皇上，时候不早了，喝一口安神汤就歇下吧。许家的公主人选未定，朕的心就不安。皇上，太后召皇后娘娘过去，听说二位主子有点杠上了。福家姑姑派人来请您过去转缓些。杠上了，朕去瞧瞧。朕要是去的话，皇后跟皇额娘一定会要求朕给个说法，朕不能去。皇上，可是太后和皇后娘娘僵持着也是不妥啊。皇后浮躁，事情还没有定论，朕避着皇额娘都来不及呢。
皇后却自己送上去。李煜，去请皇后回来。皇上，两位主子在呢，哪有奴才说话的地儿啊？无用的东西。是。皇上，要不这么着，皇后娘娘病着呢，请齐太医去给皇后娘娘送药，也好给彼此一个台阶下。甚好，就这么办。这会让皇娘认为皇后病着、糊涂着，万一说错了什么，皇娘也不会和她计较。是。皇上，张廷玉大人求见。他这么晚来见朕做什么？如意，你去屏风后面暂避。是。让他进来。这。哀家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，还要再远嫁一个。皇后，你是哀家的儿媳，你忍心看着你婆母伤心？儿臣不敢。皇额娘，永从心上，景色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，他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，也要为了永从敬爱。你是嫡母，皇帝所有的子女都是你的子女，可是恒提是哀家膝下唯一的女儿了，没了她，谁为哀家尽孝？皇上知孝，便是恒提妹妹嫁去科尔沁部，皇额娘也始终有皇上这个儿子。而且，儿臣身为皇嫂，也为了恒提妹妹着急。《诗经》有云：“标有美，77兮。”求我数时，待其吉兮。恒提妹妹已经到了标媒之期，不该再耽误婚期了。你这皇嫂真是不易呀！当年那么多波折，差点儿就是贤贵妃成了嫡府近，成了皇后。若真如此，今日自称一句皇嫂的，该是贤贵妃。若是贤贵妃成了恒提的皇嫂，不知道会不会多体谅哀家呀？贤贵妃无子无女，那蒙古求娶，能嫁的便只有恒提妹妹。皇上也不必被臣子们力谏了。好，好，不愧是哀家自己挑选的儿媳，怪不得连皇帝都夸你十足像极了一个皇后的气度。儿臣多谢皇额娘的夸奖。微臣见过太后、皇后娘娘。哀家正和皇后说话呢，你胆敢擅闯！太后请息怒，皇后娘娘乃是抱病之身，体育须乏力，必须得按时吃药，否则的话，凤体难以承受。是啊，太后，皇后娘娘该喝药了，她全靠汤药吊着精神啊。皇后，你殚精竭虑，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，才能护着你的女儿长远。皇额娘，儿臣一定会撑着身子，与皇上白头偕老，看着女儿出嫁。好，哀家盼着你和皇帝白头偕老。娘娘，你要撑住啊！本宫当然要撑着，本宫一定要等到皇上下旨让恒提出嫁为止。您刚刚顶撞太后的样子，奴婢看了实在害怕。为了景色，本宫就算是豁出一切，也要把她留在身边。
臣想来想去，横提长公主嫁到科尔沁部，还是实在不妥。横提是嫡公主，有何不妥？皇上细想啊，端淑长公主嫁到了骁勇善战的准噶尔部，那么横提长公主若再嫁到尊贵富庶的科尔沁部，那么蒙古宗亲中的2大部落，那不就都成了太后的女婿了？那么太后在前朝后宫的力量，那不就更增添注意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？或许和敬公主可以嫁到科尔沁部。皇上反过来想想，朝臣们的反对未必都是替太后说话，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着想。罢了，这认输，不下了。皇上的心思并不在此。朕想到前朝的事情，心就烦。乐亲带着朝臣们，极力主张嫁景色，不嫁横提。张廷玉算是和皇额娘较疏远的重臣，他为朕思虑，也说要嫁景色，也不知他是否真心实意。应该是。张大人的话，臣妾昨日也听见了。如若横提真的嫁往科尔沁部，增长的的确是太后的权势。这为父为子，为夫为兄，又为95之尊，许多的决断，确实让朕为难。皇上对太后是内疚和忌惮，对和敬公主有着父女的血浓之情。但是皇上更是天下的君王，皇上有着多重的身份，必有多重思虑，那就要看什么在皇上心里是最重要的了。朕是皇帝，是大清的君主，朕的心里面不能只有亲人而无朝局。